啊，就是吹了火以后一定要看一下，妈妈会帮你们熄火，然后不要拿那个我们火去玩，还有那个带小孩的那个特别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们生了火以后，不要让孩子去拿火，玩火，对，不要让他玩。按住啊，跟妈妈说要拿什么拿，让妈妈把它放下来，点一点以后，看有些骡子有点好几的。多玩几天，注定是晴天，肯定是晴天了。注意安全，玩得开心这次。好嘞，拜拜。好嘞。好，咱们注意安全，听那个向导啊。好嘞。往下走。击伤了，击伤。